极端气候全球有真侪所在拢会做大水。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就发出旅游的警告，指出讲透过网啊传染的急性传染病曲江病疫情在炭烧哦，尤其是伫亚洲、南美洲、非洲、佮印度洋。另外，目前咧做大水的中国的广东、世界拢有积水哦，网塘的生态是真紧哦，嘛已经有超过7000例曲江病咯。时发现水位最深处已经漫过轿车车顶。 暴雨造成积水，真侪人被困。这是发生在中国广东东莞的大水灾，道路正走河流部分地区交通白天白当。为8月广东省一直落雨，而且雨量惊人。爆发大水灾甲土石流、广州、佛山、肇庆、惠州等真侪都市灾情严重，因为积水，河浜塘生态真紧。China is a huge country. The mosquito can grow with the size of a £1 coin. And every time it rains,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of £1 coin volumes of water that can grow the mosquito. 透过大病网啊定调，的曲江病为6月以来就伫中国广东省拓开，即马大水灾累积雨量，将做网啊生态所在，已经热点佛山已经通报超过7000例。美国疾管中心已经发布旅游警告，澳洲疾病防治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曲江病毒已经伫全球造成74万病例，甲90例死亡。疫症状有发烧、关节痛、肿、头痛、筋膜痛、甲红疹，感染了后症状会继续2至到12日。 有人可能出现极端症状，可能死亡。The real driver of outbreaks like chikungunya and all that are travelers. The reason is because not everyone who gets infected with chikungunya virus would develop symptoms. So you could still be very well, but you're carrying the virus. 就亲像印度甲巴基斯坦最近也因为梅雨爆发大水灾，美国疾管中心表示，还未有疫情通报，不过风险较悬。同款在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泰国甲奈及利亚也有大水灾，民众旅行去这些国家爱提高警觉。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